歡迎大家咧係嚟到咧係衛視體育台5收睇亞洲足協杯16強嘅賽事。咁今日首先會帶俾大家咧就係印尼嘅塞曼巴東咧喺主場咧迎戰越南嘅峴港嘅。咁而喺晏啲嘅時候咧，大家亦都會可以睇下啦喺傑志咧喺作客咧吉蘭丹嗰個賽事咧係踢成點啊！嗰場波咧就會喺8:09嘅時候咧就會送俾大家。咁大家記得亦都喺到時咧留意翻嘅。至於呢一場咧係頭盤啦，咁呢一場嘅賽事大家對印尼主場嘅呢一隊巴東咧，亦都係有一定嘅認識㗎，因為咧就喺分組賽嘅時候咧，佢哋亦都係同傑志一組啊。喺東亞嘅4組嚟講啦，其實以表現咧最好咧，亦都可以講係巴東啊。喺6場嘅分組賽咧攞咗咧係16分咁多，亦都係咧未輸過啊。頭5場波咧全部係勝出嘅。亦都係喺提咗一輪嘅賽事之後咧，已經係贏出咗㗎啦。今次咧佢哋都係因為小組首名嘅關係咧，有攞到咧係主場之利。喺呢一個一場過嘅16強嘅賽事咧，就對住咧 G 組嘅次名咧峴港，亦都係咧上一季咧係越南嘅聯賽嘅冠軍球隊嚟嘅。比賽咧亦都係即將就開始㗎啦。呢個球場咧亦都係位於咧係西門塔納㗎。可以咧係坐到咧係28,000人。睇到現場嘅氣氛咧，亦都係相當之唔錯啊！球場嘅名咧就叫做哈吉亞古斯薩利姆球場啊！亦都係喺1998年就落成嘅啦。喺09年嘅時候咧，就因為咧係蘇門答臘嘅7.9級嘅地震咧破壞之後咧，就需要重建。用咗成年嘅時間，而家見到個球場咧，嗰個算係唔錯㗎啦。比起我哋之前亦都睇過咧，係同晨曦一組嘅另一隊咧貝斯堡嗰場嗰個球場咧就爭好遠啊。以入球能力嚟講咧，就係兩隊其實都幾強下㗎。尤其就係主場嘅塞曼巴東啦。今日亦都係着翻起佢哋嘅主場嘅紅色衫啊。喺8場嘅喺6場嘅比賽裏邊咧，佢哋係攻入咗成15球啊！失球咧係有6個得失球咧個差咧個正球咧有9球咁多啊！其中亦都要留意翻咧，今日佢哋擔正嘅22號前鋒衛奕信暫時咧就係喺射手榜咧就係並列第3嘅，揸住8球波啊！值得留意啦！而家喺射手榜嚟講咧，排緊第1位咧就係傑志嘅佐迪嘅。喺分組裏邊咧，亦都係入咗咧係10球波咁多啊！暫時都有機會咧，就係爭嘅神射手。睇下亦都係喺稍後佢哋喺作客馬來西亞嗰場波咧係踢成點啊！呢一位咧，大家係比較認識嘅就係32號嘅黃國安啊，亦都喺上個星期咧就係獲選啦，係上個球季咧係越南嘅。睇翻呢個波先啦，俾到入嚟嘅，可惜咧係側過去嘅時候咧，佢位置咧就唔係俾得咁好啊，擺到入禁區。好在咧對方咧亦都係有個後守衛喺度咧，將個波咧係清翻出嚟。黃國安咧就喺上個星期咧獲選咧係越南嘅上季嘅2012年球季嘅最佳球員啊！喺個頒獎禮上面咧，就佢係相當之感動，因為咧係如果大家有印象，亦都係佢喺2005年咧，就因為咧喺東南亞足球運動會嗰度咧個男子足球賽嗰度咧，就因為係打假波嘅關係啊，被罰咗停賽3年，08年咧先至係復出咧係踢翻波啊！上季咧佢就協助咧係呢一支嘅係峴港咧攞到係越南聯賽冠軍，亦都係因為佢個表現好啊，令佢咧係獲選咧係上屆嘅係最佳球員，攞咗係越南當地嘅球壇嘅金球獎。佢話咧就係自己咧喺嗰個審訊期間，亦都係坐過成超過3個月監。而家呢一刻咧捧翻起個獎咧，佢都有啲難以置信。亦都證明咧，真係肯改過咧，其實都可以咧係可以成功。所以咧喺個頒獎禮咧，佢都喊得幾犀利下。啱啱影住呢一位咧，亦都係峴港嘅33號嘅另一位嘅前鋒嚟自桑坦尼亞。巴東咧喺個陣方面咧，除咗係佢哋喺最後一輪咧，因為一早咧係出咗線嘅關係啦，
基本上咧都用翻咧前幾輪嘅係正選嘅陣容啊嘛，喺個位置上咧只係守門員咧就係變咗咧係普查，因為受傷嘅關係都冇出道啊。咁啊今日咧就由31歲嘅法魯華斯咧就係擔正嘅。咁啊呢一位咧亦都係艾保爾，印尼國家隊嘅老將。今年亦都33歲，喺中長線裏邊咧佢就係年紀最大嘅一個。但係咧，佢個活躍能力咧就冇因為佢嘅年齡咧就係受到影響㗎。呢個試射咧亦都見到衛奕信啊，佢咧就成咗名㗎啦，因為咧就喺第3個賽日嘅時候咧就係對住係丘吉爾兄弟啊，入咗球波咧好靚㗎。咁啊，俾英國嘅傳媒咧就係報道咧就話佢咧就係有美斯咁嘅腳法啊！咁當時亦都係一個咧係帶住個波咧喺中間嗰度咧，一個扭過啦成4-5個球員咧，跟住咧係入波。咁啊，目前咧佢喺聯賽咧加埋喺亞協杯嚟講咧就係加埋咧入咗成13球咁多。呢個波擺脫咗，睇下可唔可以出嚟啦？呢個波咧亦都係維斯卡華擺兩擺都係攞個大位咧先出啦。遠處咧有艾保爾喺度，艾保爾咧就接埋去頂到噶。呢個波咧見到咧係衛奕信亦都升起去頂啊！兩邊咧都係好輕鬆咧係出到啊嘛。首先咧係維斯卡華喺左路嗰邊咧就係出過嚟，大位嗰度咧就過晒龍啊嘛，俾艾保爾咧再兜翻過嚟。亦都係最終咧，俾衛奕信咧完成咗個攻門啊！亦都留意翻啦，艾保爾咧喺右邊嘅側擊能力咧就相當之強。呢個波好近嘅啫，個波啱啱好咧就係攝前邊咧就係頂到個波，可惜呢個波咧就啱啱喺柱邊咧係出咗去啊！咁呢一位亦都係塞曼巴東嘅教練沙斯卓克，現年43歲，又嚟過啊！又係啦，左邊。今次咧係衛奕信出咧就逼到個角球。今日咧陳凱琳咧係15號咧應該幾忙啊，因為咧係對方喺兩邊嗰個側擊能力都係相當之強嘅。第一個角球咧開個短嘅出嚟，又斬過去啊！呢個波咧笠過去啊！喺遠處嗰邊咧就底線咧出咗。呢位咧就係佢哋嘅守門員咧阮天平啊，咁啊亦都係代表個越南國家隊咧係4次。經驗嚟講咧，佢就係比較淺啊，亦都係相當之後生，21歲。咁啊喺現港嚟講咧，佢哋就比較咧係敢用一啲嘅後生仔啊。咁啊喺6場嘅分組賽裏邊咧，亦都係用過咧超過20個球員。咁啊，其中好多咧都係21啊、22歲嘅啫。呢個波咧大腳斬上去，暫時嚟講咧都幾一面倒下。加上咧亦都係現港咧，由於佢哋有正選嘅羅馬尼亞中堅咧哥亞，因為受傷嘅關係啊，咁今場咧喺防守上面咧就係少咗個係技術好啲嘅球員咧係擔大旗啊，身材亦都係好嘅。呢個波咧就係衛奕信咧越咗位啊！衛奕信咧係一落嚟咧已經係有一次機會㗎啦。今日執法嘅球證咧係嚟自日本嘅佐藤龍子。見到現場咧亦都係2萬幾個座位咧都坐到幾乎咧係滿晒啊！呢一位咧亦都係越南方面咧就係前國腳啊李洪德，佢以前咧亦都係打前鋒嘅，代表過越南咧66次啊，都係越南國家隊嚟講咧係代表次數咧最多嘅球員。法魯華斯。
法魯華斯咧，其實喺上季嚟講咧，都係球隊嘅正選嘅門將之一。不過由於普華嘅表現好咧，就搶咗個位置啊。咁啊，而家趁住對方傷咧，佢亦都係有機會咧搶翻上嚟啊。咁啊喺上場咧係最後一輪嘅分組賽咧，由佢擔正嗰個表現亦都係幾穩定下。呢個波俾咗落去㗎，有危險㗎。啊，雖然咧好似個勢咧就係巴東就好啲，咁啊其實咧係個現港嘅反擊能力咧都有一定㗎。咁啊，尤其是要留意翻啦，佢哋係27號嘅美路啊。咁啊，暫時咧仲未係發揮到佢嘅威力。啊，呢個波咧係側落去啊！啊，俾武皇港咧去走。嗱，雖然咧自己攞唔到，但係咧都怕手啊。咁呢邊咧亦都係見到現港咧就係逼翻個角球。阮明芳咧準備去斬嘅。啊，阮明芳咧亦都係前越南國家隊嘅隊長。哇！呢個波咧斬咗佢咧係出咗界啊，以為佢攞個近柱啊。啊，法魯華斯咧就係乘機咧就係攞個眉咧當係鋼架咁樣咧擒一擒。路雲咧突腳咧稍俾上去啊，可以直接啲啊，因為咧係韋奕信咧同埋邦尼咧都係嗰個係速度咧相當之快啊。斯卡華呢個波咧就拍咗啊，咁啊但係咧都落翻喺隊友嘅腳下，直接俾落去。唔錯啊！呢個咧俾艾保爾直接係兜埋嚟，又係俾咗落去咧係韋奕信嗰度啊！好在咧佢兜圈嘅時候咧係對方咧隻腳啊趕到，呢邊咧亦都係嗱嗱聲啊！見到咧馬雲達咧就篤上前邊，冇越位就發達啦，可惜咧就係越咗。美路咧亦都係嚟自阿根廷啊，對方嘅23號嘅維斯卡華咧亦都係阿根廷嘅球員啊，喺場裏邊咧亦都係角。哇！呢個波咧就係冇越嘅喎，應該咁啊，好唔好彩啊？咁啊，亦都係喺巴東嘅防守上咧就要注意翻咧，就係對方個突擊能力都係相當之強嘅。咁啊喺分組賽嗰度咧，佢哋亦都係落後吉蘭丹啦，就係排喺咧就係 G 組嘅第2位出線嘅。咁啊兩隊咧其實係爭1分嘅啫。其實咧如果佢哋把握啲咧，有機會咧就係可以成為小組嘅首名咧，就係對健志。咁啊，但係最終咧佢哋就只係攞到咧係次名啫。將個波掟佢入嚟，呢個波咧，你仲未出啊？佢以為出咗啊，走走下想唔走啊？靚啊！呢個波過得靚㗎，見到咧係黃國安，跟住咧出過嚟，可惜出就麻麻地啊，好淡定。路雲咧心口咧控翻俾咧係法魯華斯，維斯卡華咧就係躲。嗱嗱聲自己咧攞住個波咧係帶翻上去啊！跑去後邊咧將個波咧係帶翻上嚟。馬雲達食咗位先，可惜咧個波咧就係俾于元高咧搶咗啊！咁于元高咧亦都係巴東陣中嘅南韓外援。咁啊，佢之前咧亦都係喺新加坡咧係落過班嘅。咁啊，新加坡當時就係韓國嘅紅超隊啊。咁啊，解散咗之後咧，佢就係去過咧係韓國方面咧翻去發展。咁啊，但係而家咧就去咗咧係
越南呢度咧就係印尼呢度咧就係發展嘅。咁之前佢亦都係踢過咧係浦項製鐵啊，咁但係落場嘅機會又唔多。咁另外濟州聯啦、光州上武等等。呢個波力都好曳啊！俾咗落去上嚟助攻嘅路雲咧，就將個波咧踢咗出界。阮天平咧斬咗呢個龍門球。呢個波咧係遠山咧想夾硬去嘅，亦都係波都俾人偷埋。阿迪尼斯俾到落去啊，韋奕迅可以咧係擺過對方嘅意嘅腳法，揼一揼添已經搞掂咗一個啦。可惜咧就有少少猶豫啊，佢都唔為意咧對方咁樣縮一縮啊。仲保持住控球權，係保爾俾咗落去邦尼。住咧喺半場圍住嚟踢，咁呢個波咧俾得曳啊！當口當面咧俾咗對方，咁呢邊咧就嗱嗱聲打個直線。哎呀，咁撈搞嘅，佢自己都笑啊！法魯華斯，咁始終都係落場嘅機會咧，就係近排先多翻嘅關係啊，可能咧有呢啲咁嘅蝦碌嘅場面啊。呢個波啦，鋪得好穩啊！罰球咧好快咧就係于賢高就踢咗上去噶啦，但係鏡頭咧就冇追翻住。犯規方面咧就係講咧有3次啊，但係暫時嚟講咧都唔係有咩嘅好矛嘅情況出現啊。咁氣温方面嚟講咧，暫時當地嘅氣温咧就係攝氏32度啊。咁現港呢一班球員其實都冇乜問題嘅，喺適應方面，大家嘅兩地嘅氣温都唔係相差好多嘅。咁路雲呢亦都係喺舊年呢就係有份咧係踢能力杯嘅。咁代表印尼咧就係喺東南亞足球錦標賽嗰度咧係有份踢。咁主要亦都係當時印尼因為有2個嘅係聯賽組織嘅關係啊嘛，所以咧就唔屬於足總嘅組織咧就冇得入選，咁令到咧好多球員咧就係喺舊年嚟講亦都多咗咧係代表國家嘅機會嘅。咁其中咧係8號嘅艾保爾咧，亦都係咁咧係重返咧國家隊嘅。咁當時咧係喺利物浦嚟講咧，佢就係相隔3年再翻去啊！呢位23歲嘅莫夫，亦都係喺2010同埋2011個球季咧已經開始咧係效力巴東。咁呢年嚟講咧，亦都係企穩喺中場嘅正選嘅位置。陳凱琳俾咗咧係寬範圍。再質上去，咁武王廣咧揾唔翻個波魚啊！呢個波咧就係有啲夾硬嚟啊！咁同華旭撞完之後咧，反而佢自己咧就係跌咗喺地嗰度。咁睇翻呢個波啊！呢個波咧就係華旭咧就係打橫咧掃過去啊，亦都係掃嘅時候咧就將佢咧就係呢個波咧幾傷下㗎，因為華旭咧就係好大份㗎，1.93米㗎。
咁啊喺印尼嚟講，亦都係有個綽號叫做印尼巨人啊。咁啊兩個咧係拍埋去咧就爭咗一拳啊。咁啊武王港咧都係1.74米嘅啫。應該咧冇乜嘢啦。李路咧暫時咧仲未有咩波踢啊！呢個波咧就出咗界啊，馬雲達踩下啦，自己踩埋出界。手咧就希望咧直接俾上去啊，唔拆氣啊，但係咧又斷咗啦。呢個波咧鬥搶，邦尼就搶贏咗。馬寶爾俾咗落去，韋奕迅。呢個波咧出到過嚟，啱啱好咧出到過嚟咧跣到㗎。呢個波咧係邦尼咧就係瞓住你嚟射嘅，佢咧就係舊年咧由佩西普咧就係過檔咁啊，上個球季咧就都係上到咧係泰國嗰邊發展啊，可惜就冇成到市。呢個波咧就係幾難度高啊，射得。比賽咧踢咗20分鐘㗎啦，暫時咧兩隊咧依然就係踢成0-0，但係攻勢方面咧就係主場嘅塞曼巴東咧就比較咧係好一啲啊！喺早段咧韋奕迅亦都有一次嘅頭槌咧爭啲咧就搞掂。安想執落去咧又執失咗。呢個波再執入去，亦都係過唔到巨人啊！華旭馬迪尼斯呢個波亦都係穩陣啊！馬迪尼斯亦都係上個球季咧印尼超級聯賽咧最佳球員。喺國家隊嚟講咧，佢亦都係代表過5次。31歲咧，先至喺舊年咧就係首次入選，亦都係因為咧頭先提到咧係因為有2個組織嘅關係啊，令到一啲好波嘅球員咧冇辦法入選。不過呢個情況咧就會變㗎啦，因為咧係2個組織亦都係已經係喺年初嘅時候咧3月嘅時候咧已經解決咗大家嗰個問題。呢個波咧彭遠沙射高咗㗎。咁2個組織搞掂咗個分歧之後，亦都係喺下年開始咧就會合併翻2個聯賽啊！到時嗰個質素方面咧就會係好一啲啊！會咧出現咧有啲佩斯堡呢啲咁嘅球隊啊，希望阿保爾執到落冇人 mark 嘅，哇！呢個波咪任佢出，可惜咧就出得比較曳啊！呢個波咧空晒㗎，邦尼，可惜咧就佢咧就處理得太急嘅關係啊！呢個波咧，艾保爾咧就俾得好靚啊，見到空晒㗎啦。咁可惜咧就係自己轉身咧就冇腰啊，咬唔到過去。
拜。維斯卡華咧就唔係好中意落底嘅，好多時咧都係中意吸翻去大位出嘅。靚啊！呢個波直接彎埋去啊！阮天平咧好淡定啊！兩個埋嚟夾啊！呢個波咧逼甩咗，可惜亦都係犯規啊！俞明芳咧就踢到咧係於然高嘅。呢個波咧就係未必咧係真係有犯規啊！起碼啦，李洪德就唔係咁諗啊！塞曼巴東咧係今季咧亦都係第一次咧係角逐亞洲足協杯嘅，咁啊以現港嚟講咧就第2次參賽啊，咁啊佢哋喺2010年嗰屆咧亦都係入過去8強，咁啊最後咧就輸咗俾巴林嘅順發。咁啊當年咧如果係球迷有印象咧，佢亦都係喺分組賽嘅時候咧就同大埔一組啊，咁啊當時佢哋都幾強啊，喺小組嘅首名咧就係出線。而家亦都係爭取啦，係第2次啦，係入圍淘汰賽啦，係爭入去8強嘅階段。於然高咧俾到後啊！呢個波咧俾對方咧睇通咗啊，想直接咧擠埋佢嘅保爾。袁生直接咧係嗱嗱聲咧俾咗上去咧美路俾翻後咧就冇隊友喺度啊！大保爾俾上去衛奕信呢個波咧立唔到啊！分咗過嚟，武王港嘅位置都幾飄忽啊！左右兩邊咧都見到佢嘅。咁呢個波上到嚟咧逼甩咗啊！武王港而家咧就立咗落去，落底嘅時候咧就係搶埋添啊！球證都係吹罰佢啊！之前就冇犯規嘅，但係佢落咗地咧就硬落去維斯卡華嗰度，咁啊跟住咧就俾球證吹罰啦。呢下咧就自己個左腳咧個波困到佢隻右腳啊！射門方面咧就係主隊咧巴東咧就有5次，咁啊比對方咧係多3次。但係真正有威脅咧都係只係得咧係衛奕信嘅頭槌嘅啫。逼得幾緊啊！呢度咧就係冇犯規啊，冇異樣啊，讓手俾咗落去咧，衛奕信。好有速度㗎，得停咗之後咧，就再分翻過嚟左邊，邦尼可以射㗎，擺兩擺起唔到佢，呢下可以啦啩，咁可惜咧就食得唔應啊，只係腳尖咧係拖到下個波嘅啫，咁啊個波咧冇乜力之下咧就係俾阮天平咧就係夾沒收啊，左擺右擺咧都冇個空位咧俾佢起到腳啊，
睇翻呢個波啊，一個揼停之後咧，就全部咧係停晒喺度，佢亦都縮翻後少少咧，係避咗個越位，擺兩擺。咁啊，亦都讚一讚咧潘範維呢個波咧係睇到佢好貼啊，兩個一齊執，啊好快咧就係潘範維咧就回翻身咧去逼翻住佢。喺本土聯賽嚟講咧，塞曼巴東咧亦都係個狀態唔錯啊！咁喺8場嘅比賽咧，就亦都係入咗17球，失4球。得球數字高企，失球數字咧亦都係好低。哇！呢個冷戰咧係都係睇到莫夫咧攻架，突然間咧就喺嗰個位置咧就係放個冷箭，咁啊，但係咧可惜亦都係唔中籠啊！咁啊，啱啱喺聯賽嚟講咧，係巴東咧就喺聯賽就輸咗波咁啊，俾柏塞曼咧就係贏，咁啊令到佢哋咧係喺聯賽嘅13場不敗嘅走勢啊嘛，連埋亞協杯嚟講，第一次咧係輸波。咁啊，但係喺個聯賽積分榜上面咧，佢哋依然就排第2啊嘛，只係咧落後咧係柏塞曼1分嘅啫，咁啊，但係就少踢1場，咁即係話如果贏翻嗰場嘅話咧，亦都可以係上翻榜首。亦都係直接咧將個波咧擺入禁區，可惜亦都係冇人喺度啊！黃安冇人埋嚟逼，退兩退嚟嘅，而家先，哎呀咁樣漏咗，哎呀呢個波好大意啊！咁樣漏咗咧，美路就發達啦。一個直線咧，側到埋去，漏一漏之下咧，益咗美路啊，咁啊好輕鬆啊，就係射過咗咧，係法魯華斯啊。咁啊喺上半場嚟講咧，其實佢哋個係優勢咧就唔係咁好啊，咁啊俾對方壓住咁啊，但係趁住對方一個後防守上嘅失誤啦，咁啊俾美路咧係射入佢咧喺今屆賽事嘅第6個亞協杯嘅入球。呢個波咧跣一跣啊！再睇多次。執到埋嚟，可惜咧就係線一線嘅關係咧，就戚晒咧就係美路呢啲波啦，冇得失啊！美路，一位咧係入球能力咧相當之強嘅球員啊！實際上咧，佢亦都係啱啱咧係喺上星期都獲選咧2012年越南聯賽最佳嘅外援啊！咁啊，連埋喺09年咧同埋2011年咧係第3次咧成為咧係聯賽最佳外援嘅。喺31分鐘嘅時候咧，就幫咧係作客嘅粵港咧係領先1-0。如果咧係出現係喺法定時間90分鐘咧係打和嘅話咧，需要加時。加時再和咧就需要互射12碼。呢一場比賽亦都係一場過嘅16強咧係嘅賽事。同今日亦都係稍後會進行嘅亞冠聯咧就有啲分別啊。亞冠聯咧今年就改翻咧係喺16強開始咧就踢2回合嘅，亦都係比較公平一啲啊。而亞協杯方面就維持翻咧喺小組裏邊排第1嘅咧就有主場之利，喺一場過嘅淘汰賽咧就對住咧係另一組嘅係前。西貢嚟講，今屆亦都有2支球隊係踢分組賽，咁結果咧係西貢 FC 就出咗局㗎啦。喺 A 組咧就排第3。而印尼方面亦都係2隊，只係1隊入到嘅啫。佩斯堡大家都知啊，喺 F 組都係墊底，仲要咧係失咗34球咁多啊！認真誇張啊！靚啊！呢個俾咗入去，維順後爭
睇下可唔可以出到過嚟啊！好勤力啊，幾個防守球員，兩個咧瞓咗落地咧，就將個波咧係逼翻出嚟。阮明芳望下望下，應該咧有球隊友咧就係受傷啊！阮明芳咧亦都係代表越南國家隊咧係上陣過73次。咁啊，以前咧係教練咧係李洪德，就係球隊嘅係國家隊嘅最上陣次數最多嘅球員，但係紀錄咧就俾佢破咗嘅。呢個波咧就係去緊嘅時候咧就撞咗落去啊，應該係。莫夫咧就係撞下嘅時候就應該可能係踩到佢啊！陳凱琳唔傷得㗎，因為咧本身佢哋已經係缺少咗一個正常嘅歌亞啦、正選嘅中堅㗎啦。如果佢傷埋咧就弊啊！睇下啦，李洪德啦有咩計啊？望一望個手錶。31分鐘嘅入波，咁暫時咧令到咧係熱港咧領先緊咧主場嘅巴東咧1-0。但係時間咧尚早啊，咁啊實際上咧係巴東嗰個形勢咧就比熱港要好一啲嘅，只係咧係剛才個後防嘅失誤咧令到佢哋係先失波嘅啫。呢個波咧，潘凡維想去嘅時候就俾對方咧就踢掉。球證呢係出示咗今場嘅第一面嘅黃牌啊，俾咗咧係卡斯何維斯卡華。維斯卡華咧曾經係效力阿根廷甲組嘅颶風，咁啊佢就喺2010年咧同埋2011年咧係開始咧係代表巴東，咁之前咧亦都係效力過另一支嘅印尼球隊咧貝連塔。表現高，嗱嗱聲都掟咗啦。斯卡華又係咧入唔落底啊，都係咧俾落去啊！個旁邊其實有個隊友喺度㗎。咁啊，路雲咧就企咗喺左邊啦，但係兩個咧都冇俾落去。邦尼呢度亦都係逼到個角球嘅，好心急啊！嗱嗱聲開咗出嚟。咁角球方面咧，大家咧都係有兩次。哎呀！呢個波擺脫咗隻危㗎，可惜亦都係阻一阻啊，俾人。跟住亦都係支落去，哇！想俾落去美路嗰度啊，亦都係法魯華斯嘅出迎嘅時候咧，大家有啲碰撞啊。指一指住個肋骨嗰度啊。呢個波啱啱好尷尬彈咗落地，咁佢又焗住咧係要伸一伸隻腳嘅。當時亦都係啱啱好咧就踢正啦。越踢咧就兩隊嘅犯規咧都係慢慢咧係多翻起啊。雖然咧就係出示咗係
第一面嘅黃牌，但係亦都係再一次咧有呢啲咁嘅碰撞出現到。歐雲達咧就話對方咧就踩啊。呢啲亦都係印尼主隊嘅球迷。法魯華斯咧冇乜事啊，亦都係米魯咧就係拍一拍手。俾到落去斜傳，靚嘅第一時間出嚟啊！咁好在咧就係陳凱琳咧就係頭先傷完咧係呢個波咧就係頂翻出嚟啊，阮志源。可惜呢個波亦都係斬得好曳啊，維斯卡華。咁啊今日咧個出波嘅尺寸咧都麻麻地啊，好多波亦都係佢都唔選擇咧喺左邊嗰度出過去。想成日咧喺中間嗰度擠入去，可惜咧亦都係冇一次係做得到啊！睄一睄之後個波斬就斬㗎啦，咁啊但係可惜就完全唔到位啊！睇下啦，可唔可以喺埋尾呢5分鐘咧，就係喺完半場前咧追翻平，俾咗落去，當尼俾唔到啊！分過啦，保爾一側又斷咗。咁啊呢邊咧係都係巴東咧就係率先要換人啦。咁啊好快咧就係換走咗啦，係普沙路啊。咁啊可能亦都係因為受傷嘅關係啊嘛，換入嚟嘅艾里斯，咁啊亦都係喀麥隆嘅中堅。今季咧都係喺佩斯堡嗰度咧就係過嚟啊！現年嘅28歲嘅，其實都係一個幾穩陣嘅球員嚟啊！投到上去，當尼俾咗落去㗎，轉唔轉到身啊？哎呀！打翻落去咧，俾維斯卡華起腳㗎，亦都係太黐腳嘅關係，呢個波射得好正，好英義咧就係俾阮天平咧就接實，呢個波咧相當之危險啊！其實呢個波過頭落嚟咧就冇越到位，當尼擺兩擺支腳短嘅過去啊，背住之下咧就係回俾咧係維斯卡華起腳嘅。呢度亦都係攞面黃牌啊！呢個波喺後邊踢落去咧就實攞㗎啦。上半場咧而家係維斯卡華咧同埋華沃咧兩個咧都係有一面黃牌喺身。就係要夾一夾下咧出翻去啊！再睇翻
呢個波啦。呢個波球證嘅位置亦都係好近啊，睇住佢咧就係成份咧就係殺埋去。阮明芳準備咧係處理呢個罰球。排咗個5人嘅人牆。黃國安呢就喺個反人牆，應該咧就喺佢嘅位置，直接係驅埋去啊！個波咧就緊緊高出。呢邊咧開到過嚟，亦都係失咗。攻完一輪咧冇收穫之下咧，就係有少少嘅散散地啊嗰個方。我睇下咧係教練咧係入翻更衣室之後咧點樣執一執啊！斯卡華好靚啊！呢個波啊，出腳好準啊！潘範維咧今日亦都係幾穩健啊，喺右邊呢度守得。呢個波終於肯俾入去啊，得住莫夫俾咗落去，咁啊補時咧係3分鐘啊！呢個波係衛奕信咧就篤翻過去咧俾邦尼，可惜邦尼亦都係想去阻佢嘅時候，對方已經係到啦，開遠嘅大寶熱。靚啊，擺脫咗啊，出唔到啊，但係仲有機會。呢個波咁樣咧，逼到12碼，3個83咧埋去圍佢都冇辦法啦，清到佢個波啊，一路咧俾佢企翻起身咁啊，可惜咧入到禁區嘅時候咧就邊個多腳咧，咁啊。阮俊彥呢個波咧就將佢踢跌咗㗎，咪掠下咧，俾艾保爾咧喺呢個時候補時嘅階段咧就掠到個12碼翻嚟。其實咧之前有一腳再早少少嘅時候咧可以出到啊，佢又冇出喎，咪擺下一路呢度咧夾埋去兩個人之間啊，呢度都仲未犯規㗎，咁但係跟住咧就係阮俊彥咧就驚佢走甩咗啊，咁所以咧係。再接嘅時候咧，就係結果咧輸過12碼嘅。之前嗰下如果吹咗係犯規咧，就係喺禁區外，可惜咧係球證咧就跟住嗰下先吹啊。咁啊，衛奕信咧有機會咧就係將佢嘅入球數字咧喺亞協杯嚟講咧就增加到去9個㗎啦。係阮天平啦，可唔可以擋得住呢個波啊？衛奕信，好淡定啊！左腳咧輕輕咧掃把腳咧趟埋去啊！咁啊喺補時嘅時候咧，上半場咧就係幫咧係塞曼巴東咧追翻成1-1嘅。咁啊呢個波亦都係咧係要。多得咧係艾保爾咧喺嗰度掠下咧就掠呢個12碼翻嚟啊！呢個波亦都係睇住咧係阮天平咧喐佢先係出腳嘅，作勢咧就去另一邊啊！咁啊喺亞協嚟講咧，佢而家係入咗第9個波㗎啦。咁啊喺本土聯賽咧，亦都係7個入球啊。咁啊加埋咧就係成16球波㗎啦。喺今季嚟講，呢個波咧就好用啊！艾利斯入嚟冇耐，終於見到佢係有波踢啦。
嘅時候咧，亦都係佐藤龍志咧就係吹咗係長雞啊嘛。喺上半場嚟講咧，就係雖然咧美路咧係幫現港咧就係喺形勢唔係咁好之下咧，31分鐘咧就係領先，咁但係啦可惜埋尾俾對方咧借住12碼追翻成1-1嘅。